喺人生嘅路上，我哋會好想改變自己，或者尋求一啲方法，令到自己人生變得更加美好、更加順利。有部分人會選擇算命，去睇下自己邊一個階段會變得更加順利，又或者擺風水，增加自己嘅能量場。我哋嘅習慣形成咗性格，性格就會決定取向，造就軌跡，亦即係我哋所講嘅命運。我哋嘅想法決定咗我哋點樣去行動，行動造就咗我哋命運。如果你想人生有所改變，你會發現只講幾句肯定語，我會發達，我會發達，我會發達，催眠自己或令潛意識相信呢啲肯定語，其實根本無效，因為一個人嘅想法以及習慣都會根據潛意識嘅記錄作出決定。潛意識嘅記錄其實係一堆 data， 而呢啲 data 就係記載住家族業力、個人傷痛記錄，又或者平行宇宙一啲記憶或感受。有部分係自己親身感受，但係講到家族業力或者平行宇宙嘅 data， 好大部分都唔關你事，但又係影響住你。好多人會學習一啲身心靈課程去揾呢啲 data 同處理呢啲 data， 或者課程會講叫你學懂乜嘢課題，但若果係孤兒，連屋企人都唔知係邊個，咁我應該點處理？我都已經係孤兒，我點揾家族業力？點可能處理？而我真係受到家族業力影響。聽到呢度係咪覺得好唔符合邏輯？既然呢個世界真係有 data 存在，喺我根本唔知道來龍去脈嘅情況下影響住我，你仲會覺得需要學懂乜嘢，知道乜嘢？聽到呢度，你係咪覺得有啲道理？我係李嘉芬，係一個懂得設計真正符合科學物理檢測得到正能量嘅設計師。我誠意推薦你使用我專為處理潛意識 data、家族業力 data 而設計嘅能量卡。其實我哋唔需要學懂乜嘢課題，唔需要明白乜嘢，因為我哋本來就係自性具足，本身就係完美，只係受到呢啲 data 影響。而呢啲 data 喺唔知來龍去脈嘅情況下影響我哋，其實係有方法好輕易咁樣處理。歡迎你向我查詢有關產品。多謝你嘅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